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是圣洁的上帝，你呼召阮要成做你的百姓，求主帮助阮，也成做圣的模样，的路上来跑走。阮从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仰望主，你的信心交归来到阮的圣坛中，阮的服侍你，阮同在，透过阮的服侍来荣耀主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喂，天气冷，若要开车咧，头起身爱安那？爱摩令牛。什么是摩令牛？就是开互烧，对无？咱早起要吟诗学了上帝，声嘛是安安，所以咱嘛先来练诗歌，甲咱的声音摩令牛一下，较听咧学了的时阵，唱出欢喜。快乐的诗歌，上帝听到嘛真欢喜。后来，咱献几圣诗65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来，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万处喜来。所需一切阻碍，天北上帝万最上，何路清河你尊名。第五再变来，为着主嘅大恩惠，白白受赎愿人类，信心稳定甲认真，地主生活甲平时，天白上帝万最上，何路清河你尊名。后来，咱搁来练诗歌第2首490。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好来，这首咱嘛介绍。唱这首歌的时候要有精神哦。本来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就受真快乐，但是却落阴湿，满心平安真地，为的快乐，地虽人快乐，主的快乐无当比。心地着条大欢喜，去条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最快乐。咱好的地方的所在，搁一摆，为的快乐呀，变来，为的快乐，地虽人快乐，主的快乐无当比。真地着条大欢喜，去条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最快乐。平安心来做家敬拜，请咱把手机。
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武慢的人的位，只互人有福气。吟诗信诗第65首，信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味，请会众起立。犹原徛哩来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请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武慢的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焦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同心来祈祷。
主耶稣，阮知你阮弟所超找的安稳平安，是你互阮的，因为阮知你是疼痛世人的天父，你领阮行应当行的道。啊，毋过阮知要成做你所喜意的义人，阮阁需要时刻来谨守你的诫命，就是爱疼人，亲像家己，亲像你疼阮共款。阮将一切拢爱交托互你，而且无来贪即世界的一切，因为阮要超找的是天顶迄个永远的家。毋是即个世界遮短短时间，阮才会躯体。因为你安尼疼阮，阮要做用你的眼光来看别人，来帮赞遐个善食的，来扶持遐个软弱的。因为阮知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成做迄永生永望的，会当入去你的国。你的阳光，你的荣耀内底，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阿免。学老，信歌队要学老的诗歌是为着美丽的地面。
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4节。我接来念，请会众来听。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全会对因讲，恁着做信，因为我耶和华恁的上帝是信。恁逐人拢着孝敬伊的老母甲伊的老爸，也着守我迄个安息。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毋通偏倚偶像，也毋通为家己铸造上帝。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讲道，伊家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神圣的路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伫这炎冷天气变化无常的这个中间，你犹原保守阮兄弟姊妹，互阮有迄个热诚、热心，回应主你的呼召，甲所有兄弟姊妹来甲教会敬拜阿罗你。愿你的信心安慰扶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透过你的话，互阮对头前的路站有信心，佮毋忘。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孟母三迁的故事有听过的人也手一下。哦，大部分拢有哦吼内容是安尼，牧师我讲一下哈。孟母三迁，我看那个云云姐没听过吗？哦，帮我看你这样，你的表情是这样子。哦，课本上面有。哦，孟母三迁哈。起初哈又讲嘛哈，牧师哥讲这边，起初他就住在坟墓边，坟墓边可能是殡仪馆附近啦，殡仪馆附近所以孟子就有样学样哭哭啼啼跟着办丧事啦后来孟母感觉安尼唔对就再搬到哪里？菜市场边啊，菜市场旁边咱家在座敢有因兜是较早你住过菜市场旁边的野手一下？哦。李迪明迪明有2个住在菜市场旁边的牧师以前也是住在菜市场旁边的菜市场旁边就那个小贩呐，还是生意人啊，讨价还价所以孟母感觉不对，所以孟母后来就搬到学校的附近，环境都无同款啦，所以孟子开始模仿老师，模仿学生，养成有读书的一个习惯。这个故事互咱知影，较早就互咱知影，一个好的环境影响一个人有真大。但是咱知影，现代人人甲人的复杂的程度超过咱会想会到的，造成咱有真侪偏差的价值观，伫咱这个世代一直咧出现。前几天新闻报道伫寒流的时阵父母毋知倒一个补习班，父母为了要互囡仔补习。能够坐在前面的位置那个寒流很大我看到父母亲带个棉被然后帐篷就在那个补习班的外面排很长很大，然后记下了公文，他们说值得，为了孩子那个值得，恁感觉咧？牧师想无拄拄啦，无拄拄孟母三迁的故事，跟咱的信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咱追求信仰的路上，咱需要不断用圣洁的路上来前进，不是受洗了咱就结束啊！孟母搬迁伊到学校有好的环境，伊就结束啊！孟子就开始读册，真做成有名的人。但是咱的信仰三摆移动不是无够的，我们的信仰3次的移动是不够的哦。今日牧师会尽量加一点中文在里面因为我们今天有从香港来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旅客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旅客那牧师也可以让你们多少听一点懂一点因为他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就要去机场坐飞机回香港还特别经过我们这边来做礼拜感谢主
追求上帝成做圣洁的路上吼，它是没有终点站的。要成为圣洁是没有终点站的，因为咱生命的中间有一个罪性吼，袂无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性袂无去，世上有罪吼，会无望欲望，你找机会，引诱咱离开上帝的真理啊。当人离开上帝的真理，还是无调整、无悔改，停在原地，伊的性命会互魔鬼吞去，伊的性命陷入黑暗的中间。今日咱所读的利未记的背景是安尼：以色列人受了重新转来到耶路撒冷，要起造圣殿。他们透过口传的历史写出利未记。主要是要互以色列的百姓唔通过一遍犯因信仰前辈所犯的罪，什么罪？受偶像引诱离开上帝，直到以色列这国家灭亡去，受掠到哩巴比伦。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2节，在我们周报的后面，在我们的周报的后面，咱做伙来读来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讲：好，到这哈。摩西受上帝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色列百姓，咱知影原本伫埃及做奴才奴隶，受压迫无盼望的性命，但受上帝的救赎，因离开黑暗，行向光明。上帝毋是仅仔救赎咱尔，上帝嘛负起养起咱的责任啦，伊会教导咱。因为上帝知影，要行向光明的路，毋是一条容易的路啊。咱即摆嘛共款，咱毋是讲咱的厝边，还是咱的朋友邀请来教会，因受洗了后，就无咱的代志，毋是咧。咱还阁陪伴因，甚至咱嘛知影，受洗嘛是开始啊尔。无管是过去的以色列的百姓，还是如今的基督徒，因为咱拢爱面对什么问题？始祖亚当夏娃流落来的罪性啊！这个罪性由源伫咱的心内，互咱的生命总是伫光明甲黑暗这两边你行来行去啊！那亲像保罗所讲的，保罗讲我无明白我家己所做，我爱做，我无去做，我无爱做，我颠倒去做，有无？咱有常常发生这种代志哦，毋对的代志，咱搁爱去做，你敢毋知？咱嘛知因若讲，迄毋通摸，迄摸会颠倒，因若照去摸，意思就是安尼。咱人的生命常常，我们人的生命常常处在矛盾的中间。我们很爱光明，但是我们好像又离不开黑暗。约翰一书第2章16节安尼讲，因为一切属世间的，亲像肉体有望、目睭的有望，踮家己的财富顶，拢毋是对别来，这些物件拢是对世间来。世间的引诱真正有够多啊！常常互咱的心中充满了贪婪、骄傲、怨恨、埋怨。咱无看人好，咱拢心内拢会有真正的嫉妒。我们常常还是很多那种自卑感在我们里面。尤其对细汉父母无好鼓励人到长大以后，拢有真多自卑感。自卑感自大。咱习惯讲白实话，讲一套做一套。咱嘛无满足，咱做，阁想要阁较多，咱心内常常无平安啊！这款的人，伊的生命已经陷入伫黑暗的中间。牧师毋知影你即时你属灵的生命是如何？可能你无去想这个问题，你就一天过一天。你即摆是光明
行往光明，还是你陷落伫黑暗的中间？你甲上帝的关系呢？你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呢？兄弟姊妹对一个破病，对一个怎样，拢无，参你拢无关系。跋倒嘛，参你无关系。难道新的一年要开始，咱新的一年，咱无要互咱的性命有一遍的调整、改旧换新的机会吗？上帝是永远愿意互人机会的上帝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通自我控诉，咱无法度原谅咱过去无小心犯的罪。所以上帝透过摩西要互以色列百姓，搁一遍了解，带领因离开埃及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兄弟姊妹，咱嘛爱去想哦，咱受洗了后，咱来到教会，咱拜的上帝是甚物上帝？耶稣是甚物神明？耶稣即尊的神明，参隔壁迄个拜关公妈祖有甚物无共款？咱甲以色列拜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救赎咱脱离黑暗的上帝，伊嘛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咱愿意军队伊的人，咱嘛爱用圣洁公义的路来行。咱知影看世俗人逐摆拢伊拜迄个关公，是代表哪？嘛是代表正义公义啊。但是咱看伊做出来代志无一定无拄啊。安尼敢有意思？无意思啊！上帝的圣洁甲人的罪恶参差极大会无共款。我们上帝的圣洁跟人的罪恶刚好产生极大的对比。这极大的对比就好像光明甲黑暗。咱即摆看这是光的嘛，无需要切掉，这就是暗的。光明甲黑暗的差别，东甲西。南甲北，清洁的布甲垃圾的布有差无？差真多哦！垃圾的布毋是今仔活在你看安尼垃圾，毋是哦，你片起来足臭的，真臭的布，迄是无共款。圣洁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上帝照伊的本性创造人，上帝嘛照伊的本性来呼召咱，来军队伊。所以咱军队伊的人，就爱合适上帝的本性。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军队伊的人嘛爱晓得圣洁的百姓啊。咱检查会问，上帝为什么爱咱军队伊的人诚做跟伊共款？你毋知去想过无？因为上帝是要保护咱的，保护咱免受魔鬼对咱的攻击。圣洁拍拼的人，就是愿意将家己的性命交托上帝的人。当咱愿意交托上帝，咱的内心会愈来愈像耶稣的款式。来到教会信耶稣，毋是就无代志哦。咱毋通就安尼传福音哦。你来信耶稣，就完全就平安，毋是哦。信耶稣的人，你共款会拄到危险、艰难、困苦，但是拄着，也是会拄着。但是圣洁路上你跑走的人，我们要往成圣、往圣洁努力的人，他的身上渐渐会穿起上帝的军装啊。因为他有耶稣的样式，他会穿上军装，配上设备齐全的武器，可以抵挡魔鬼对他的攻击。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反正陷入黑暗中的人是怎样？因为因对上帝明白有限，因常常就上帝的能力计划限制伫一个框框内底。咱对咱的囝儿孙，还搁咧成长的时阵，咱常常是毋是安尼？咱的囝、咱的孙要发表意见的时阵，咱讲啦，好你莫搁讲啊，安尼就好啊。我们主观意识上，我们就认为你懂得不多，你懂就这样，好，可以了。
或者是你听他讲，但是你就捡你想听的部分来听，你觉得他就是总那么多而已。当遇到危险、艰难、困苦的时阵，我们常常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而迷失了方向。对陷入黑暗的人来讲，上帝对伊来讲就是有应公的存在。上帝是有应公的存在。有应公是什么？有应公就是咱我较早无数嘛是咧拜拜的同款。我想到的时阵，我有困难的时阵，我去在你拜一下。我希望你听我所求的。等我无需要的时阵，我就在你放一边，这叫做有应公。如果你的信用是安尼，是真可惜。神学家约翰加里文安尼讲过：只有真正明白上帝的人，较有法度明白真正明白人，包括咱家己。有时咱家己嘛无法度明白咱家己，因为咱无法度明白创造咱的上帝。接下来，咱来看利未记第3集，19章第3集。第9章第3集，来，咱做伙来读来，请恁逐人录着有敬伊的老母甲伊的老爸，也着守我遐的安息。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这条街，大家拢真熟。这条街中间，上帝拢会吩咐伊的百姓怎？唔通做这，唔通做迄。但是其中，就是咱今日读的这2条街是无共款的。咱以拍篮球来讲，篮球有进攻甲防守，这2项。上帝吩咐伊这个百姓唔通做迄，唔通做迄。好亲像拍篮球啦，防守啦，你唔通偷踢，你唔通刣人，你唔通干赢，这个都是消极的防守。但咱知影篮球唔是仅有防守，篮球还佫啦进攻，较法度得分啦。你仅那防守无效啊，你要得分啊。咱信用嘛是共款，咱信用袂使仅那消极的做防守，我们要积极的进攻，强迫取分，因为不进则退啊。所以第3集有讲到，孝敬父母加守安息日，它是一个进攻的模式，你要积极去做。父母，无说讲的，等下讲的这个无一定人会可以认同啦因为咱嘛知影嘛是有的父母真正是互咱真跋倒，所以。牧师讲，这是一个通则啦，通则。父母亲像是天父上帝，你地上的代表，所以伊应该充分得到尊敬、尊敬。俗话安尼讲，无孝顺父母的人比狗较有不如啊。没有孝敬父母呢，比狗跟牛还不如啊。因为父母是咱肉身的来源啊，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父母才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而每一个父母后面的源头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上帝。所以保罗该安尼讲，孝敬父母是第1条带着应允的诫命。什么诫命？孝敬父母的人，互你世上得福气。等贺寿啊！孝敬父母是在圣经里面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上帝给的，让你在世上得福，而且长寿。咱看咱见证咱见证有真多的孝子孝女，真多孝子孝女。孝敬父母嘛，是咱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一个诫命。所以咱看这摆，当社会混乱，有可能是家庭关系出问题。其实嘛是安尼，是啊，咱这摆台湾家庭的关系有出真大的问题。圣洁的生活嘛，要对家庭开始。因若拢看到父母所讲所行，
的无尽中来明白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上帝。咱过来看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上大意义是啥？守安息日上大意义是，互人回想上帝创造人咱性命的本质是啥物？上帝创造咱，毋是咱要叫咱今日拼命的工作，毋是叫咱伫世上拼命啦去抢，不是让我们拼命的去在世上一起去抓，一起去抢，嘛毋是要人拼命拼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守安息日，让他今日主日的概念。因为耶稣的牺牲救赎为咱死3天国活，所以这日主日嘛是复活的日。上帝毋望咱将这天分别出来归乎上帝，将工作停起来。这个工作不是说你去上班才叫工作，把全部你想的物件拢停落来。咱莫阁烦恼，咱要等下要食什么？咱莫等下礼拜了要食哪？无事情在你讲，今日食挂包。咱今日是正港的主厨今日辅员主厨等下会有挂包咱莫想要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咱莫先去想，咱当时要做什么，当时要做什么，全部拢停落来。即天停落来，进入基督的内面来休困，互咱人伫基督的疼的中间得到安慰甲自由啊！弟姊妹，无数知影，咱伫世间有真多的委屈。在几天，大家拢有看到牧师的 FB 听阮父子的对话阮好心受了一些委屈那牧师就陪去他说要买饮料我就陪他一路走就陪他聊陪他谈咱人有真多伫世间有真多委屈，咱嘛因为外在世界有真多无情，互咱的喘不过气来。即摆外口世间的竞争，互咱有真多惊吓甲担心啊！遵守安息日的界面是帮助咱什么代志？咱看清这项代志，咱毋是咱性命的主。安尼有啥物好处？安尼意思，咱毋免对咱家己负责啊！安尼毋是讲你伫咧黑白啦，毋是哦。意思是讲咱还阁有上帝啦。上帝是咱创造的主。上帝嘛是会救赎咱的主，因为无数拢知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拄着问题，恁可能彼此毋知，但是无数知的秘密比恁较多啦。我知，咱毋免靠家己去拼。当咱安尼做的这是这是谦卑的行为啊。咱人真骄傲，有拢是靠咱家己有的，承认咱人的一切拢是对上帝来。最后，咱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19章第4节，19章第4节。来，咱做伙来读来，请恁毋通偏袒偶像，也毋通为家己上帝。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咱知影这世间的魔鬼，好势不断地敲诈失落的人。魔鬼常常用的计谋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啊。互咱人伫无感觉中间来离开上帝的真理。牧师讲的这话，毋是对离开教会人讲的，因为离开教会就离开啊。对于咱现在搁伫留伫教会人讲的，魔鬼互咱人的心常常安尼，搁一安尼。咱常常搁爱光明，搁常常爱黑暗。咱常常搁爱上帝，但是咱搁常常爱世界。咱真做伫信仰顶面是脚踏两条船的基督徒啊！
这款的基督徒的现今的教会其实还不少诶，蛮多的嘞。那亲像启示录，就像启示录老底嘉教会里面那个上帝对因讲：，你信用的弟妹，唔通无羞无领，唔通无羞无领。上帝斥责老底嘉教会里面有太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款的基督徒关心拢是家己的需要，赢过上帝的诫命，赢过兄弟姊妹关心兄弟姊妹，造成教会愈来愈暗淡啊！兄弟姊妹，伫这2025年新的年头，旧的年尾，咱拢应该真欢喜哦，真欢喜要迎接新的年过来。新年新希望，大家拢有盼望。咱检采准备好要往圣洁的路来进前。咱要往圣洁的路是爱进前的哦。牧师最近阁看一篇新闻报道，看一篇新闻报道哈。咱敢知影？台湾目前最大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大家知道吗？知影人举手一下。啊？哦。现在台湾最大的产业是诈骗集团哦。牧师看见一个，台湾人一天被诈骗的金额多少？4亿台币，不是4万哦，不是400万、4000万，不是哦。台湾人一天被诈骗4亿。我看内底报道哦，咱政府投入了很多军队的钱、甲人力。哦，咱教会嘛咧做社区，哦，警察哦也做了一个红布条哈，哦，不要被赖什么什么哈，被诈骗哈，可能来咱教会来宣导、社区宣导、搁拍照，就是安尼，有缘无法度阻挡咱人的心的什么呀？贪婪、甲目的、甲无情，造成伤害啊！我唔知咱在座。是毋是吼？逐工骗咧4亿内底有你？内底讲有一个会计师吼被诈骗1.7亿。我想啊，你都1.7亿，佫是你贪啥？有些人会想无，咱会想无，为什么安尼？所以你知影，安尼会诈骗，造成偌侪个家庭的伤害啊！家庭的伤害。耶利米书17章第9节，17章19节安尼讲：人的心比什么拢较诡诈。耶利米书讲，人的心比什么较诡诈？现代台语翻译怎么样？怎么翻译呢？无药通医啊，没有药医啊，人的心的诡诈哈，无药通医。绝症，连标靶药都没有用，什么人看会透啊？无人看会透。基督教帮助咱，互咱这群受上帝拣选的基督徒，咱学习耶稣基督牺牲的模样。谦卑看无家己，咱第二要亲像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安尼讲。兄弟姊妹啊，咱要互相宽免什么代志？咱唔通停止来聚会。我们常常不要停止聚会，其实是可以免被诈骗集团被骗，你知道吗？咱有上帝的神，上帝的智慧。这礼拜社青你分享内底第8就是有你讲信心，你对圣灵的了解，圣灵有没有在你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咧分享。等伊要想要占有的时阵，又讲有一声音讲，那个就圣灵会提醒我们。当咱甲上帝关系好的时阵，咱通常有听到。有时恁接无牧师的电话是信心在牧师讲，你要靠某一个电话咧，爱关心者，爱给伊祈祷。兄弟姊妹，当咱不断地向前跑走，咱唔是像孟母三迁3遍就停止，咱唔是，咱这信仰的路程是不断一辈子。直到见主的面迄天开始，咱来不断地参加教会的聚会，咱甲参加教会的团契。听讲昨昏妇女团契
真侪人参加听文和长老分享，以人生70开始以信用的见证。我问私底下问听过人感觉怎样？真好。我们要参与团契的中间，咱有互相的性命来影响咱的性命。咱来参与教会的服侍，咱参与遮多是要帮助咱搁一边谦卑咱家己。咱承认咱家己咱的有限，咱需要说的信用的团体，听的帮赞较扶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仰团体的爱来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的。拜三牧师小小的感冒，有感受到真侪兄弟姊妹对牧师的关心啊。因为恁的关心，牧师的感冒就好一半。牧师，你有啉水无？咋赖？牧师你要多喝水哦。牧师满肚子都是水了啦。牧师你要休息哦。有人送咖啡啦，有人送迄个啦，送迄个兄弟姊妹，耶稣会听会帮助咱每一个人拿来团同款的。我们跟炭火一样，炭火你如果自己一个你燃烧会有限，咱的团，咱要互相组织。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的炭火，我们互相燃烧。我的炭火可能会熄去，但是因为你来烧一下，我们就互相燃烧。因为安尼会帮助咱甲上帝连做伙。当咱甲上帝连做伙，就是咱就行伫光明的路上。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行伫光明的路上，咱就袂陷入黑暗魔鬼的计谋的中间。我们也就不会受这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欲望引诱。咱听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咱就挂掉。来电不明的电话，咱根本都无要接。FB 用70%都是在 FB 被骗，看到 FB 什么专家呢？我们根本不会点进去，因为上帝讲伫咱的心上，咱无需要迄个。无需有咱分享过嘛？我较早阿未信主进前，每一期的乐透我都会去买。丢一遍我就翻身啊咧！我工作遮艰苦干啊，你看，我就翻身了啊！但是等我信主明白上帝，我了解，真正对我也无一定会翻身。我的贪婪可能超过咱的许。但是有上帝的时阵，我迄个光明大照的时阵我感觉我已经无需要迄物件，我连买我也无去买。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来诚做圣洁，互上帝光常常伫咱的内面，互咱成咱一个听主边，亲像听家己的人，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主，阮讲阮软正，阮无够野，阮需要你常常甲阮同在，来引传阮爱上帝，超过爱这个世界。上帝，你讲，当阮求你的国、你的义的时阵，你其他的物件你拢要互阮，这是帮助阮，帮助我们有一个次序，帮助我们跟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上帝的一切都会与我们同在，也会加添给我们。当上帝甲咱同在的时阵，咱什么也拢会在做。阮新的一年，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诚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诚做一个有听的基督徒。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490首，信息第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会众起立。
请书现的同工。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咱来掀开周报的内页。公道的事项，第一项，咱感谢上帝赏赐真理的神，带领因带阮入去上帝的土地。互阮会当伫真做神的路上来跟对。第二项，为着集体卢雪英、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静秀、谢丽慧、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简荣志、沈淑慧、汪倩茹来祈祷。牧师补充一下哈，那个画黑字的哈，丽水兄哈，那昨天晚上出院了哈，然后倩茹是今天晚上要进马偕医院，哦，那个要做那个手术啊。第三项，为着台湾总统甲朝野党团在人事上面的权衡，阁有逐项政策的推动，会当对着上帝所欢喜的方向来努力。第四项，为着即世界因国族、甲宗教等等因素来造成紧张的所在来祈祷，嘛为着美国洛杉矶森林的野火来祈祷。咱共心头祈祷。
上帝，你是天顶地下的主宰，无你万项事拢袂当成就。阮的目睭袂当看见你所看见的，求你互阮开智慧，会当看见你为阮所安排的道路。袂伫拄着困难的时阵，茫茫渺渺，毋知影要去倒位。求上帝看顾遐破病受伤的人，求你帮助因伫心灵内底平安，伫身躯顶悬恢复。求主来，互因得到别人的帮赞，得到你来的稳定，无叫因惊吓，因为你是怜悯的神，有你伫地，万事拢会当成。阮遮也嘛要用你，甲是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今仔日咱有几个好朋友来到咱的教会。首先，咱来欢迎对阿根廷转来的陈文哲夫妇，伊是文和长老的堂哥，请恁徛起来，互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个，杨淑清，伊是应育的好朋友，请你徛起来，欢迎。阁有对香港转来的曾国祥、何华年，请恁徛起来，互大家看者，欢迎恁。报告。第一项，这个主理知梅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餐，团契会长的就任跟召开小会。第二项，2025就是今年，若有爱参认线的。未交的兄弟，请直接交给干事，互因入账。请持续为着咱的爱餐来祈祷，因为每周只有6000块的爱餐预算，很常会不够用，所以如果对爱餐有负担的兄姐，欢迎持续为爱餐奉献，注明为爱餐基金的奉献。第三项，这是咱主会公告，新春期间第一项是1月26号星期天9点半，一样主日礼拜，但是因为是年节期间，我们只有合堂礼拜。第二项就是过3天26号的过3天的大年初一早上是10点的礼拜，一样是新春的称谢礼拜，一样是合堂。第三样，1月27小年夜到2月1号，周间的团契聚会都暂停，所以不要跑来教会聚会咯。第四样，2月2号9点半主日礼拜，因于还是年节期间，所以也是合堂礼拜，所以有3个合堂礼拜，大家别忘了。第四项，请团契的会长甲部长将2024我们已经过的2024事工报告跟2025今年的预算，在本日主日前，就是今天交给干事，因为我们要印制和会的手册。第5项，教会备有新春春联公会有使用，原则上一家户可以领1张，一家可以领1张，会后请到招待桌那边领取。奉献明细，请大家自己来看，如果有错误，请向会计更正。上银信息第515首，信息第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这是礼拜要煞，请会众起立。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每一天圣洁的路上来努力，互上帝听，常常伫咱的内心。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回。